奶奶呀，来，哎呀，你看爸爸给你准备了什么呀？噔噔噔噔！嘿嘿，爸爸终于挣到稿费啦！这是斥巨资，专门为暖暖在零件 4S 店定制的。你喜不喜欢呀？没用的爸，普通的零件承受不住王暖的灵能。哎呀，你这是在拼好了寄回去，让 4S 店7天无理由退货。我看其他小朋友打出生起就零件日夜傍身，培育剑灵。咱不能让暖暖输在起跑线上呀！爸妈，零件的事交给我吧。一壶老酒醉斜阳，两泓清水落轩堂。来要看客上云霞，我的新衣裳。城中或暮鼓，写一纸虚妄。坛城王败寇，又独坐金装。俗世间再多的尘土，都不过一滴阴阳。敢问可下可曾见过苦不荒凉？已经学会原谅疯狂，反正世界本就这样。要山水画人间，梅花鸡瓜浮世有凶险。烂岁月在世间，上有战歌在风中摇曳。一江水又一江月，丈量世间，永不复回，何人为归？可下可知眼前是谁？进去，囚犯已押送至牢房。怎么收的？你们给本座记着，等本座出去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死。哼，真不凑巧，鬼牢刚刚加强警备。哼，啊！你怎么才来？我早就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中用。歪折，你是剑仙范瑞的弟子，应该知道魔剑在哪儿吧？你以为我会轻易告诉你们？不如谈个交易吧。不必了。带路。是，来者大人。剑灵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。定制人的妹妹若是想拥有剑灵，需要日夜御剑，
与灵剑产生羁绊，然后等到妹妹成年，剑灵就会从剑灵秘境里被召唤出来。剑灵秘境，正是。不如现在就去剑灵秘境，直接找一个吧。剑灵秘境的入口就在此地，但每2000年才会自动开启一次，距离下次打开还有1000年。不用这么麻烦吧？什么？原来还能合体吗？果然逆天！谁说这桃木剑弱呀？这桃木剑简直太棒了！参见剑主，我要进去。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灵秘境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简单粗暴的进入方式。当年，你将你师父推下这悟道崖，原来这也是封印魔剑剑灵的地方。你退下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。大人，时机已经成熟。小小魔剑，拿下！哇，这就是剑种的内世界呀！剑灵秘境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上次进入时，分明还有许多小剑灵，怎么现在都不见了？剑主，我来。好强的杀气！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凶恶的剑灵？你都不震惊吗？啊！我已经习惯了。原来这些小家伙都是为了躲他才不敢出来的。
暖暖，这天呀，马上要下雨了，进屋吧。这些就是小剑灵雏形。没错，剑灵有人形、兽形、植物形。剑灵雏形在吸收天地灵气后，会进化成不同的模样。看来是因为令真人解决了那只凶兽，他们终于赶出来了。那凶手剑灵这些年没少吞噬这些小家伙，吃的那么肥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一痒，别闹了！得从里面选一个给我妹才行。剑主想怎么挑？别怕。找到了。灵金湖的召唤，现身吧！魔剑剑灵，哎，去哪儿了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愿意成为我妹妹的剑灵吗？好可爱啊！嘿嘿，这小家伙能保护得了暖丫头吗？哎呦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召唤他。嗯。虽然感觉和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但毕竟是魔剑剑灵，给我踏平此地！回来的。
仪式还没结束就被传送走了，原来是受到了暖丫头的感召啊！我妹比我小时候要离谱多了。6月晚风吹过，月光流入银河，最亮那颗星星从夜空中滑落。钟声带来了一滴宇宙的眼泪，她就是你我最最可爱的妹妹。请你别怕，这里有我，我用温柔细心守候，给你无限的自由，渴望的都为你寻求。就好像是经的时刻，生活全都成了传说，让每颗星球用爱为你演奏，让你明白，在我心里是。